主角是不是捡到一弓，坤到一弓，讲师好。贤人、简老师，还有在座各位贤贤大德，在座所有的小菩萨们，大家早上好。或许姓刘小林家境，他非常开心，非常荣幸，今天能够当做平安使者，来学习金口班的一个题目。那或许这个题目非常有趣哦，叫做多田容易念掉吗？听听好就行。那或许觉得非常的机会难得，因为就像